有時啲網友會問咧，如果真係抽唔到時間去健身室，仲可唔可以減肥咧？咁我答案係可以嘅。咁我今日就會介紹3個動作，分別訓練上身、下身同埋腹肌，等你屋企咧都可以做到健身訓練。咁第一個動作咧係可以訓練上身嘅，開始姿勢就係一個掌上壓嘅姿勢啦。我哋試下咧將個前臂放低先，放低，再推高，咁為之一下，做10個循環，係啦。跟住咧我就輪到右手喐先，又做10次嘅。兩邊做晒10下啦，咁就為之一組啦。第二個動作係可以訓練到腹肌同埋大腿肌肉嘅。咁我哋瞓喺度啦，雙手擺 pat pat 下邊，做一個抬腿嘅動作，雙腳咧盡量保持伸直，跟住咧咁樣抬起。咁抬起嘅時候咧，條腰要保持黐實地面嘅。做嘅時候，大腿同埋腹肌應該係有用力嘅感覺。咁舉起嘅時候呼氣嘅。咁試下一次過做15次啦，做完15次就為之一組啦。我知道有啲網友咧係有膝頭哥痛問題啦，就未必做到深蹲嘅，所以咧我就試下做一個 wall squat 啦。wall squat 嘅難度就會低啲。我哋試下咧挨住埲牆，跟住屈曲雙腳，大概去到90度啦。咁就試下維持住呢個姿勢30秒至1分鐘。係啦，腳板咧要成個喺地面，就唔好趌高腳踭嚟做嘅。雙手唔好咁大髀，你可以垂低手，亦都可以翹住手都可以。就係咁啦，hold 住30秒至1分鐘。